由于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升温，在国内出现未少确诊的案例，为了全大运选手健康考量，体育署、大专体总以及成功大学经过协调了后，决定将全大运也未开赛项目延期举办。主办单位成功大学13日下晡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向社会大众宣布这项消息。体育署在跟大专体总，在4点的时候也发布新闻稿，这个同意我们将这9个项目这个展期来举办，也因为展期来举办之后，其实展期举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举办的时候不要让它默默的举办。所以我们预定明天要举行的开幕典礼，还有选手之夜，我们也全数把它展期，跟随着这9个项目。那在未来在举行的前一天，我们办理开幕的一个典礼，让整个赛事，那在9个项目完成之后，我们还是会有闭幕典礼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让整个赛事能够有一个完整的、圆满的一个结局。110全大运也要进行的比赛包含田径、韵律体操、竞技体操、空手道、网球、柔道、木球、脚力、亚当等等，这8个项目9项赛事决定将延期到9月举办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